济。我带你带你去一个所在吼，来甲姐讲。哦。你是要你讲啥啦？啊？什么？姐，我讲完了没有？我听啊。我头仔甲爸讲吼，我即摆要带伊去一个所在。迄查某人去都无处理，知无？昏迷的对无？唔是昏迷啦。即摆日头赤呀呀，就要去昏迷的，你身体有遐好哟？唔是啦，唔是昏迷啦。啊，无什么味？迄查甫人的味。安尼我一定爱去。是啊。我去是甲恁保护。你好会使，好啊。对啊。你嘛好啊。当然嘛好，是安怎做安逸？泰山。对啊，有一个路，人家会安心心到算呢。哎呦，真有道理咧。对啊。好啦。我也无打你唔知。强叫用刺激啦。免烦恼，只有囡仔人啊，卡生沙刀会。免烦恼，我甲你保哦。带你来，惊妇科。啊，妇产科呢？嘿啊。切。哇。啊，水哦！讲我遐心甜，咖啡厅，讲我遐心甜。什么咖啡厅？哎，你好。咱今仔刚有预约。有。两个。好。哦，你个预约呢？你也袂想要拄啊，搁楼顶是安那？有。哎，这装潢真有水呢。真袂歹哦！哎呦，这是卡拉 OK 啊！碰伊的遐搁有酒，哎呦，你搁有啥？酒吧。妇科理发厅，大家，哦，对。剃头我传爸啊来啦，啊，你有做查某了？我即摆讲家查某的，我家查某。歹势吼，歹势，我讲你会无聊。袂啊，伊才有烧酒啊，搁有碰椅啊，对。哎，你内底拢妇科咧，吼，哎，真正爱点点快。我讲妇科就是古早的物件，啊，不过新的创意重新来油产安尼。啊对啊，啊是安怎叫妇科？主要是因为家里都是爸爸当爸爸之后剪头发，就是阿公当爸爸的时候剪头发，然后爸爸生我的时候剪头发，然后我也是像我，你嘛是对，教他们，教他们。哦，第三代呢，就把他那种过去那种刻在印象跟记忆刻在心里面啊，刻细汉时的回忆刻在心内底。哎呦，好有想法哦，就有想啊，阿公阿爸即摆有在教吗？有啊。你今仔日要创啊？这个给你用的卖事。好啦，好啦，我要甲你教练，我先来。你怎样无聊啊？我讲你莫去对。我唔是无聊，我是要落来甲因某开讲，啊，无因太太家己一个踮咧楼骹可怜。林太太哦。哎，目睭你有咧嘛？该菜场你加慢慢，啊，恁讲恁的，我落来楼骹。啊，对，我那当点咖啡啊，林太太。你要点咖啡啊？好 ，OK， 好，啊，恁讲恁的，我来。多谢谢啊。啊，别客气。我然后伊跳跳的，叫诶。我你也说创袂起来我。哦。我这是我走细台。你同个无共，我就现在我做无惯。好，啊，你爱较注意的。好。啊，谢谢，哎呀，啊，这你家己做呀？哎呦，那这个啊，好软，这是什么口味？原味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哦，就好吃啊！你这是进前就会晓，还是专工去学的？做妈妈了，囡仔爱食较做诶。哦，为了囡仔，你妈妈多伟大，啊，我就无遐伟大啦，啊，要食家己去买啦。你的手艺啊，是较像学的？我们爸爸。啊，是自细汉就会晓吗？爱倒走。你开始做这做偌久啊？做3、4年吧。你才做3、4年尔？对啊。啊，你之前在做啥？工程师。工程师？你在倒位做工程师？新竹啊。你除开工程师，再来做这？啊，你头仔无甲你拍卡车哦？先拍过再讲。啊，伊甲你拍过啊？已经拍过啊。已经拍过啊。你哪想讲来做这？习惯吧，因为生活习惯较。哦，工程师压力较大。嘛，袂使陪囡仔安那陪。啊。对啊，拢爱加班吧。阮囝嘛是咧做工程师。老实讲，恁先生讲哦，无时间通陪囡仔，我能体会。因为阮囝我就看伊安尼说无闲的呀。
但是他薪水很高，也当放弃这个薪水遐尼悬，啊，等下家己的故乡安尼做这个剃头店来陪家己的囡仔。我觉得一方面是父爱，一方面我感觉他去继承你老爸这个传下来这个手艺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金钱买袂到的物件嘛，你讲钱咱个赚得有，但是囡仔童年赚无赚不到的，对啊。阮爸啊困去啊呢。歹势啦，无啦，嘿，甲你讲要甲你抹迄个泡沫啊。哦，这真正足舒适的呢，迄日头安尼拍袂热呢。你敢有想过讲在台北开店？我是想要应该去宜兰，煞嘛是宜兰人吗？对。宜兰人。啊是讲恁伫个北部都有关系啊？恁拄啊搬转来遮，你会感觉袂关系啊？没有。哦。进嘉义宜兰。哦，你嘛已经进嘉义宜兰，对，我高雄人，我嘛做爱转去高雄，总是家己的故乡嘛。哎，真舒适呢。哦，我规个拢轻松啊呢。哎呦，困饱嘞。你头毛嘛爱翘翘的，啊是讲咱的咖啡嘞啦。是啊，又有清明，又有天伦之乐，会看到有人咧叫我哦，看到楼顶咧看戏啊哟。好啊。我唔知咧，伊看到无我伫咧，敢若做个药款的，卖插的，我食我的物件对。哎，你进行蛋糕做了有好食，老实讲。然后无我想找有某你看你听有无？哎呦，搁咧讲，啊无得无咧创啥，无恁点仔咧知道？等你的咖啡等2年啊！哎呦，爸都唔知困到当时啊！等下我看者。袂记你啊？啊，别见，哎呦爸啊！嗯，你吹吹继续会你赚头，啊，师傅厉害啊！喙手嘛，我有做真气。你看你，哦，你买面赞啦！哦，哦，有啊！哎呦，金，哎呦，啊，敢若红颜啊！你哎呦，你，看，哦，你讲袂讲咩啦？哦，你讲着尾喙拢翘起来咧。你进林边做规个面拢有影咧。系啊，虽然你会拿你也卖困哦，你即摆会晓存头是卖啦。啊，你头北个困来，你两个我一个搞剃头，一个搞做天作之好啊！天作之合。而且你要去结婚。哎呀，太凶啦！来，阿伯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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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。哟，3，哦。